囤房税2.0三读过关，财政部是预计这个新制会影响400多万户。业者分析讲，未来这中古厝会较有市，也那民间团体是认为讲，这政绩敢若做半套尔尔，因为即马这个空厝有关是真济，所以未来厝主可能会提悬厝税。囤房税2.0三读通过，朝野立委拢希望会当做到高大正义的里程碑。全国单日家己大的税率是降到1%，家己大的人若全国有3户以下，抑个社会主体，甲毋是家己大的人，譬如讲是公益出租人，税率维持即卖1.2%。若是继承出地的永久厝，改做1.5%到2.4%。财政部有估新制度影响的总户数差不多是445万户。房仲业者认为，若是有几落经济的人，可能要重新配置家己的房产。尾盘也转向中古厝，一方面会去考量的是屋龄的新旧，二方面呢也会考虑到，在这一次呢囤房税它分3个不同的组别，是不是会把资产配置到比较税率低的组别？台湾平均每8间厝就1间空在遐，毋是家己大人的法定税率由1.5%到3.6%，调升成做2%到4.8%。建商持有超过2年，改做2%到4.8%，公益出租人维持1.2%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项结果会人讲是换来半途正义。虽然肯定修法的大方向，不过囤房税2.0对空厝实质的效果无好，因为设计普遍也是伤低。未来可能也只是讲做出头家起租金的理由之一。建商财团的代言人事实上在议会里面占了大多数，所以提高税基或是税率这一块能积极到什么程度？如果交给地方政府的话，这块事实上是有疑虑的啦。新制度伫实施了，估计税收会当增加22.7亿到32.7亿。最妈妈基金会肯定法案3读通过，是完成健全台湾房市其中的一个正重要的拼图。所来就会努力朝向租厝乌市透明化，进一步推动租赁税制的改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